未啊？咁就喺第5線。咁啊，泰國選手呢個係斯里蘭卡選手啊，即係教練話要留意嘅都快馬。咁就喺個隔離啦，喺第4線。咁啊，馬哈杜拉。第6線啊，馬哈杜拉。第4線係伊朗嘅巴魯哈基。咁留意就全部係外線啊，外線啊。2分4、2分5啊。咁佢嗰個1500米冠軍都應該好有實力㗎。佢1500米後邊咧後程衝出去好快嘅。即係6、7、8啦。咁啊，睇下林詠芝咧喺第3線可唔可以搶到好位啦？咁啊，我經常都提啲運動員啊，頭100米係相當重要嘅。好啦，6、7、8線就重點所在，而我哋打氣嘅咧就係第3線香港代表啊。係啦，咁一出嘅時候咧就呢個彎位好緊要啦，因為對面就會 cut 線嘅。咁睇下前邊先，呢個斯里蘭卡嘅佩馬西里啊，走咗出嚟少少先。鄧月都加速啦嚇，希望呢個位好緊要啦。咁啊，林詠芝咧就果然咧跟翻教練嘅指示，盡量咧就握住喺中間呢度，唔好俾人握埋佢，一握埋佢好麻煩。哎呀，但係伊朗嗰個運動員就夾硬握翻嚟，就係知唔可以啊嘛，調轉頭你得佢唔得啊。而家哇29啊，開29相當快，好快有快嘅步速咧就冇問題嘅。佢留後少少，反而搏前面啲人散啦，唯有。咁前邊咧日本選手咧就佐佐木咧就走咗出嚟先。哇，馬哈杜拉都夠快，佢仲要再爬上嚟啊，好急喎。係啦，鄧月就即刻唔敢怠慢啦，你走我走啦。鄧月因為佢係知道唯一嘅最強對手就係佐佐木噶啦，所以呢啲就冇得留噶啦嚇。係咁啊，林詠芝咧其實呢個位啱佢噶啦，只係前面太癲啦，1分2秒幾，佢係1分3秒尾到啦。對佢嚟講超快噶啦，因為佢係2分15嘅實力嘅啫。前面咧就猛咁走啊，2分15走個分3開頭就後邊好金啊。日本選手啊，佐佐木就佢同鄉咧就久保林咧就1分59嘅，咁可能咧將個800米都太帶起咗個氣氛啦，所以咧佢沿途帶2分4、2分5啊。佐佐木。哇，好緊湊！有啊，佢太硬啦，鄧月個身你啊個身咧硬咗啦，佢機械人啊，你應該過唔到啦，太緊張啦，2分5啊！好啦，睇下林詠芝咧可唔可以做到個人最佳時間啦？依家13、14啊，啱啱有機會喎，可能都係15左右。睇一睇啦，贏出嚟嘅時間2分5秒44咧，就比起鄧月嘅 PB 係快咗少少，2分5秒60嘅。咁啊，同埋細就即係佢好盡力噶啦，佢喺彎路啲盡力跟，佢都唔敢抽出嚟，就知道前邊好快。但係再出直路咧，個膊頭都緊啊，放唔鬆個人。好啦，揦實晒，睇睇林詠芝可唔可以打破到佢自己保持嗰個香港 U18 紀錄啊？但係我都唔記得咗係2分15秒幾，因為佢未更新啊。係2分15，佢 PB 唔上，但係而家係報稱2分15。一個動作稍微緊張咗啲咧，就追唔到上去啦。斯里蘭卡嘅選手咧就係跑1500米，佢係冠軍嘅。咁啊，800米都可以攞個第3啊。咁咪攞開心啦，一金一銅啊！鄧月啊！